汉望珠客家婆母王姊妹就已经到菜园地度无限。今日是清明节，一只子孙挂子的日系，庆祝时间，要是传统上做办的好时节。天地阿婆的孙女多加摘野草，叫强。转到做下先煮一白，先清好的五香米，无神米浆你找来。就连炒馅料，阿婆没讲，做唔得青菜。啊，对讲我遐讲错语人早去，就是遐个我个啊，系啊。接下来，捞糯米团、野草、老糖，搅搅啊以后，来到老阿婆一家人，乡下体验合适做野饭。一家人顾烧火，其他的人包馅料、切面团、阿嬤、珍珠。菜叶各上地度，大家合适到同道。前后会看到同好的结果。做饭的虽然开，不过阿婆讲，家人乡下就是真快乐的事情。对个对厝的人啊，安尼无欢喜咯，有啊，有我食，伊会买对个啦，咱就送来有啊，无食，有啊，欢喜啊。一百个理想，我哋体会到的简单、淳朴、宽谦嘅客家精神。阿婆安尼一家各种嘅想法，非常厉害。一种精神，以后咪会传承下去。